其實押沙龍咧只係殺害大衛長子啫，只係為咗報佢妹妹嘅仇。咁佢即刻咧就逃亡啦。所以大衛咧，當佢為到咧呢個暗亂呢個嘅離世去哀哭嘅時候，一段日子過後咧，佢就轉移咧紀念翻押沙龍佢而家嗰個狀況係點。過一段時間，約甲呢個元帥見得到咧大衛，佢知道大衛嘅心係紀念咧押沙龍，所以亦都設計咧揾咗一個婦人咧去見大衛王，去作咗一個故事，好似自己嘅事一樣。其實只係咧鋪路，使到咧大衛咧容許押沙龍咧可以回到宮中。其實係一件好美好嘅事，美麗嘅事。咁當中咧呢個婦人就按照約甲呢個計劃咧嚟到同大衛講完之後，咁大衛就話：呢番說話係咪約甲差派你嚟同我講嘅咧？咁個婦人話：係，你真係好似神人一樣，能知所有嘅事。咁當時咧大衛話：我應允呢件事，你可以吩咐約甲咧帶呢個少年人押沙龍翻到嚟國中，我已經寬恕咗佢，唔需要見我嘅面，佢留喺家中就得啦。咁當時咧就帶咗押沙龍翻到嚟國中。押沙龍咧就有2年嘅時間住喺自己屋企咧，冇見到大衛王一面。佢好想見到大衛，佢就咧叫約甲咧去幫佢鋪路，但係約甲冇理睬佢啦。佢就燒咗咧約甲嘅一塊田。咁當時咧約甲就嚟見押沙龍咧，無奈咧佢就要幫押沙龍做一個中間人。咁大衛就聽咗咧，准押沙龍嚟見佢一面咧，大衛就要去親嘴。咁佢就嚟到俯伏喺佢父親嘅面前，呢個咧修補咗咧表面嗰個嘅裂痕。咁當中咧之後嗰2年咧，原來咧押沙龍係一個嘅計劃嚟噶。佢咧就帶咗50個嘅僕人咧，幾乎咧每一日咧喺城門嘅門口。當人咧有事需要咧，大衛王咧去為佢哋求問神去判斷申冤嘅時候咧，佢就預先咧去阻截咗嗰啲人，就話俾人聽咧，王咧並沒有差派人咧去為你哋去判斷去申冤。佢咧就話，並且如果我有一日我做咗士師，我就可以咧為你咧伸張公義，因為我聽到你呢啲事咧，實在覺得你咧係有道理。佢咧佢每一日咧製造呢件事咧，使到咧凡係嚟咧揾佢父王都咧聽到呢番說話咧，又跟住咧啲人又想去嚟到咧向佢下跪嘅時候咧，佢又好懂得向前咧去扶起嗰啲人咧去與佢哋親嘴。佢話呢個咁嘅姿態咧，暗中就得到咧以色列人嗰個嘅心，所以好明顯其實佢有計劃回國咧，足4年嘅時間喺以色列國嘅時候咧，就已經計劃好咗同啲僕人講。佢話當你聽到號角聲吹響，你哋要喺以色列各支派當中咧話押沙龍咧已經繼位啦，作以色列嘅王，又請咧嗰啲嘅人咧去大擺筵席。當其時甚至乎邀請埋咧大衛身邊嘅嗰個謀士，一個最重要嘅謀士，佢都加入咗呢個嘅隊伍當中，亦都使到咧呢個嘅勢派咧亦都一時無兩。咁到咧當佢起義嗰一日咧，咁大衛咧已經收到消息，但係大衛咧如夢初醒，佢知道咧押沙龍咧係一個咧好有計劃，佢先認識到咧，佢話咧而家我哋咧即時要離開呢個宮中，如果再唔離開咧，可能咧我哋會全數咧會被殺嘅。咁當其時只係留低10個嘅妃嬪咧，匆忙咁離開，一路離開好匆忙嘅時候咧，果然咧不出大衛所料咧，押沙龍已經咧進到咧呢個宮裏邊。咁當其時咧，大衛咧原本同佢一齊出去嘅貴賓咧嚟到探訪大衛嘅，咁大衛咧就話咧，其實你係嘉賓，你咧唔好跟我出去，你應該咧留翻喺咧宮裏邊，假意咧去服侍咧押沙龍，為我咧去破壞咧我嘅昔日嘅謀士咧所設下詭計，跟住咧你報信俾我，我哋喺河邊嗰度咧就可以知道咧呢啲詭計。嘉賓就聽咗咧大衛講，留喺宮中照住佢所講嘅，真係破壞咗咧以往嘅一個謀士咧所設下嗰個毒計。睇到咧神自己咧幫助緊大衛，冇幾耐咧，當佢出戰嘅時候咧，押沙龍咧好快就被殺，整個咧嗰個叛變咧就能夠咧控制咗落嚟。大衛咧就再為佢嗰個所失去嘅兒子押沙龍咧去哀痛，去甚或乎去哀號，佢話我寧願為你而死。呢個亦都係咧耶和華曾經講過，佢要咧喺當中以公義咧去報應咧呢個大衛。我哋記得到神咧係點樣睇呢啲嘅罪惡嘅事，佢唔單係慈愛，亦都係公義嘅神。所以咧我哋要好留心，以致咧我哋唔可以再進喺嗰個泥沼嘅裏邊再錯落去。上帝咧其實係愛我哋，管教我哋，願意我哋學懂與耶和華同行，一同嘅喺人生嘅爭戰嘅裏邊得到佢嘅喜悅，得到佢嘅賜福，避開惡事，使到咧我哋嘅敵人魔鬼咧唔能夠咧埋到我哋嘅身。因為呢一件嘅事使到大衛咧死去2個佢好愛嘅兒子，並且咧以色列人喺叛逆嘅當中死去咗2萬嘅人，並且亦都使到咧拔示巴第一個兒子都死去。
其實睇到神自己嗰個報應，的確對我哋今日有相當重大嘅個幫助。願神祝福大家。